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一个台语一字几落音。国情啊，大这吼华语嘛有破音字呢，台语加足济。敢问啊，来记一个咧，大甲小啦，两字拢几落音啦。头一句来讲大，大到大人哩，敢若大人这两字通两款呢？大人无毋对。啊那另外若做官咧，尤其日本时代看到警察，咱遮的以为。咱遮的倒打前头啊，咱遮的佚佗的兄弟讲，但迄个地无啊，人迄民间的百姓讲，迄叫做大人啦。哦对，汉字共款这两字呢，读大人甲读个人意思无共呢。好，啊若读大人这个大，另外佫做一个词，囡仔大细的大细，嘛共这个大，啊共这个目前教育部的台语词典佫规定一个第三音的，无毋对，就是大官大家。原来用这个汉字讲叫做大家，安尼就三音吗？大人来到阮兜查户口，囡仔大细，大家问透透，甚至连阮大家一工食几顿都要探听。吼，啊，这个大人遮功夫，无啦吼，我来举例做一句话，互你好记。大人大细甲大家嘛，过来这个三音。啊，若小咧，大对小无毋对。古前定定咧讲，吟诗答对爱对句啊。文对武，细对方，晚照对晴空，大对小，小这个两音哦。敢若讲头前国情写出来，小人我看嘛知，用无做假咧公害，阴添家人三寸深，迄款啊做小人。啊若这两字，敢有别种读法？有咯。头拄我咧讲，见到做官叫大人，大人啊，家己称呼讲草民吴国情。有的人称呼家己讲小人吴国情，所以小人小一音，小人的小搁另外一音，安尼就两音啊呢，无要紧。咱莫写共款同两音，大家会会。小这字另外一个词，真简单普遍，咱拢有在听嘛。小人你讲用无做假的人，小汉文音，啊若白话音讲小，小心谨慎较要紧。唔通乌窟啊，你跳，你真正戆甲跳落去。有当阵啊反悔，一时足千古恨，要后悔你就袂赴。台语一字几落音，各种做一个词，甲你互相探讨，有分汉文音、白话音，艺术的所在，就伫遮。